好，咱做来吟。主温柔的心事，定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受事平静甲安静，予我伫满足丰心。主听通的真理，光照我拢无你，我身躯你扶持，受事稳定甲安慰，你会听真正甘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生，无论环境好歹，有愿乐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生，无论环境好歹，有愿乐敬拜。主温柔的心事，定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受事平静甲安静，予我伫满足丰心。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生，无论环境好歹，有我乐敬拜。伫我行路的时做我的路，我的心做奇妙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伫我行路的时做我的路，我的心做奇妙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伫我行路的时做我的路，我的心做奇妙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行路的时做我的路，我的心做奇妙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生，无论环境好歹，有愿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生，无论环境好歹，有我乐敬拜。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亲像云甲咱包围着。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甲一直在羁绊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互咱为着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咱来建立咱的祈祷。咱恳求主上帝赏赐咱有够野的信心，当咱拄着艰难、困苦、伤心的时，当咱软弱、失志、放弃的时，求主上帝甲咱三角支地，永远无离开咱。好无？咱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来建立安尼的祈祷，咱做出声来呼求，请。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呼召竞选阮，你著找阮爱举起十字架，来军队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跑走这条正圣、通往这个永远的这个道路。总是主上帝，在这个正圣的道路中间，阮会拄到真侪艰难困苦的代志，有侪代志会互阮软弱，互阮失志，甚至想要放弃这个信仰，甚至阮会跋倒。总是主上帝恳求你的信心，互我知影，互阮知影讲，这不过是你对阮的这个试炼，不过你是要操练阮，互阮的灵性会当愈来愈坚强，互我灵性会当愈成熟，互我的灵性会当愈来愈得到你的感纳。主上帝恳求你的神永远无离开阮，扶持阮，帮助阮，提醒阮，互阮知影讲，这条正圣的道路虽然无好行，总是主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疼痛，永远甲阮相甲伫地。主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接续为着咱不只是台湾，特别是全世界，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疫情的这个控制，一直为着治疗研究等等相关这个防疫的工作，咱为着这个代志来带导。吼，我想咱是台湾，咱会当控制了真好。总是咱讲一达所在检测这个疫情控制了无好，检测侪人伫这个病痛的中间，好无？咱做伙开声，为着这项代志，咱做伙来开声，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请。亲爱的主耶稣，你在生的时，门徒一竿仔刷，捌甲你问过。主啊，你什么时阵要倒来？主啊，当你来的时，是什么款的情况？主耶稣，你捌甲门徒讲，你要来进前这个世界，会真混乱，有侪怨愤，侪纷争，有战争。甚至有这个类似，互阮拄到末日的这个代志要来发生。特别最近这个武汉肺炎，毋若是台湾，是全世界，拢面对这个病毒的这个攻击。侪人因为安尼，身躯软弱破病，甚至是失去性命。主啊，我毋知影讲，这敢是你赶紧要来，你一定要来的一个记号。总是主上帝，恳求你毋若背叛阮的心，嘛伫这中间为着这一病痛中间的人来祈祷，求主你怜悯，求主伫你来进前减少这个苦痛，会当互阮徛会条，继续来跑走这条正圣的道路。特别要遐还未听到福音的人，会当紧紧来听到福音，来归往伫你。主上帝，恳求你听阮的祈祷。我来向你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的祈祷会就到这，请咱继续陪伴心，今仔日下礼拜。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请咱安静心，开始来礼拜。以色列打着讲，若毋是耶和华赞咱，若毋是耶和华赞阮，伫人起来攻击阮，伫因对阮发生气的时，就将阮活活吞落去。迄时，这个水的确搬过阮，河水的确淹没阮，向狂的水的确淹没阮。愿耶和华受懊恼，因为伊无将阮做食物交互因捕食，阮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罗网，罗网破裂，阮就脱离。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敬拜阿罗，请敬拜团。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神，要大声的来欢呼赞美，歌颂他的名。这首是国语的，来欢呼赞美，一起来欢呼赞美主耶稣，他已战胜死亡权势。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他已全能的神。来欢呼赞美主耶稣，他的能力覆盖全地。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神的国度降临。欢呼宣告，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来欢呼赞美主耶稣，他已战胜死亡权势。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他已全能的神。来欢呼赞美，来欢呼赞美主耶稣，他已战胜死亡权势。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他已全能的神。主啊，我要在大会中称谢你，在万民中赞美你。让我们一起来唱，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将你能力覆盖全地。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神的国度降临。来欢呼赞美主耶稣，他的能力覆盖全地。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神的国度降临。欢呼宣告，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欢呼宣告，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欢呼宣告，神国更有信心的来欢呼宣告，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来欢呼赞美主耶稣，他已战胜死亡权势。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他已全能的神。来欢呼赞美主耶稣，他的能力覆盖全世。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神的国度降临。我们将一切荣耀献给天上的父。请坐。
咱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心，多多来亲近伊，因为伊是属温柔的主。每一摆阮拄着代志的时，阮拢会当倚靠伊。主温柔的心性，踮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人生，受事平静甲安详，予我伫满足风心。主听堂真理。主听堂的真理，讲着我拢无你，我辛苦你扶持，受事稳定甲安慰。你的听真正甘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乐敬拜。主听堂的真理，主听堂的真理，讲着我拢无你，我辛苦你扶持，受事稳定甲安慰。你的听真正甘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拜。伫我行路的时阵，我条路，我的心最生命，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伫我行路的时阵，我道路，我的心最生命，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伫我行路的时。伫我行路的时阵，我道路，我的心最生命，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伫我行路的时阵，我道路，我的心最生命，我靠伫这所在，你敬拜。伫我行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人生，无论环境苦败，有我乐敬
明白。咱继续用欢喜的心情来感谢咱的耶稣，因为伊有慈悲甲信实，永远甲咱伫地。主啊，感谢你，你有慈悲甲信实，我一心立志，你甲我伫地，你为我准备丰盛稳定的命。主啊，要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有慈悲甲信实，我一心立志，你甲我伫地，你为我准备丰盛稳定的命。主啊，要感谢你，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你的听通充满我，无边的稳定，满满拢无线，乐到永远。主啊，感谢你。你有慈悲甲信实，我一心立志，你甲我伫地，你为我准备丰盛稳定的命。主啊，要感谢你，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你的听通充满我，无边的稳定，满满拢无线，乐到永远。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你的听充满我。无地的稳定，满满拢无线，乐到永远。无比的稳定，满满拢无线，乐到永远。伫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248首，圣诗第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伊命我要永远尊重。主我上帝至高至大。切多恩惠默默，期待要对待我咯。你的权柄世界全部，我要想你奇妙所做。
请咱议员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道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任来受苦，顶受价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啊上天，打这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高啊，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上诗是4篇23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印。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主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三甲来祈祷。听阮世间人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保守甲眷顾，互阮伫即个受分别的日子，寒冷的早起时，阮倒来到礼拜堂，同心来学乐你。虽然阮伫即个时阵有种种的困境伫阮的中间，总是阮也是有够额的信心来面对遮个问题。求主保守阮，做阮逐时的帮赞，互阮通紧紧来脱离这个困境。求主保守阮兄弟姊妹中有身体病痛的，求主伸手医治伊；心灵忧伤的，求主安慰、顾守伊；也有出外工作受到合意阻挡，无法度来同聚会的，求主保守因的心灵平静，单独来面对主、亲近主。今仔日是双会所定客家宣教主日，求主保守罗牧师伊所宣讲的信息，会当拍动阮每一个人的心，来关心伫每一个族群的宣教事工，通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这是咱来看圣经，圣经希伯来书12章第1节，1节的圣经节尔吼。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我来读。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遮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学了圣歌队，哈利路亚，赞美我主。
正道，咱这是要请客家中会的赖牧师、赖德勤牧师来谈正道硬颈精神吼，棍含棍，硬棍精神。各位兄弟姊妹，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应景精神，咱的客语叫做硬颈精神，硬颈精神，对。我是总会的客家干事，叫做赖德清，赖德勤牧师。我的名真好记啊，因为咱的行政院长进前叫做赖清德，所以赖清德甲变过来就是赖德清啦，安尼是。安尼就真好记吼，就感谢上帝今仔会当甲大家分享客家的信息。我将今仔的圣经站搁读一摆吼，我得即个将今仔的圣经站等下，搁读一摆，用客语搁读一摆吼。爱人嘅阿爸上帝，既然爱人有暗道见真人。充盈为定爱人，就应该放掉各种嘅重担，留残忍爱人嘅吹，忍耐多待，乃行摆在爱人头前嘅路长。安尼咱听有吗？有啊。讲你堂会是无？你听有无？伊讲爱堂会是，我听有啦吼，爱堂会是。若听无就讲爱堂毋是，爱堂毋是。感谢上帝咱过去讲到客家咱讲到客家，讲到应景精神，就是咧讲客家啦。那么过去讲到客家传统上，其实有真侪负面的讲法。咱就讲这汉人就是客家人啦吼，客家就是客家啦吼，客话就是客家话啦吼，客话吼。咱讲到客家汉人吼，传统上讲这个应景就是咧讲客家，伊就讲客家人汉人是顽固、死骨不化、武力攻美清小气。小气啦，当生啦。无即摆呢，新客家意识已经抬头啊。所以咱即摆坐火车、坐捷运、坐高铁，咱会听到第三种的语言。所以大多我问恁讲，恁通会识无？因为恁定听嘛，所以即摆政府嘛真重视客家嘛，客家嘛是咱台湾的第二大的族群呢，所以伫你的身躯边，就可能就有一个汉人，你毋知影，伊也无甲你讲，你都毋知影。所以客家。即摆逐拄仔讲即个应景即摆是讲好诶啦。应景就是迄客家就是执着、勤奋、坚韧不拔、择善固执，毋是固执啦，是择善固执勤奋上忙打拼真努力咧拍拼啦因阵讲小气安尼嘿。当生，毋是即摆讲是上谦，就是讲真勤俭呢，真谦啦，安尼是毋是真好？真谦。咱即摆讲到迄个，咱拢会晓讲迄句“生妹安讲”，就是讲小姐你足水的。咱会讲客家的小姐足水的啦，娶着客家的即个生妹的，就是真幸福，安尼真幸福。安尼有无共款无？无共款啦。好，咱今仔日来讲故事咱就。时间足宝贵，咱来讲故事。咱今仔拢听故事咱讲客家的前辈传福音的故事。迄个我讲廖良水的故事。廖良水是出生伫关西龙潭山区的客家的小牧童，客家小牧童，小就是小，大就是大。咱今仔一定爱听一寡客语啦来真辛苦打拼，就辛苦打拼辛苦打拼，真打拼呢。而且有家己的职住30外岁，是36岁，30外岁是开垦一地家己的小茶园啦，好，开垦家己的小茶园，等一下咱过去宋乡人的囡仔宋乡人的囡仔饲牛饲羊到趁钱贴补家用，叫做小牧童。咱即摆敢阁有小牧童？无啊，无呢，我呢，宋乡人的囡仔拢爱去读册啦，即摆无即个小牧童咱咧看即个图，咱知影过去有小牧童。好，廖良水呢，庆祝的故事，有一摆中原普渡的时，伊甲亲人去街斗老热，去看老热。突然呢，来到突然到一场大雨，所以伊就来到教会闪雨受到教会兄弟姊妹真侪钱甲伊款待呢，所以就真爱来教会就信耶稣了。
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有人来到教会，咱就甲伊一钱甲伊款待啦，咱就好款待伊啦。安尼伊有可能就爱来教会，就会诚对咱的兄弟姊妹哦。或者是龙潭教会暗时的相片吼，龙潭教会啊，古早的相片。龙潭教会即摆是客家中会一间真历史真悠久的教会吼。好，了水诚做一个应尽哦，硬剑吼，真应尽的耶稣的学生。虽然受了村庄百姓的辱骂、鄙视，伊还不改机智啊，也真拍拼传福音，互厝边隔壁。要拍拼传福音的，甚至出车钱，互因坐车来教会做礼拜啦。安尼为着传福音付上代价，好感谢上帝。啊，伫迄个时阵吼，咱知影客庄吼，咱拢定讲，迄是福音的印土，是啥物意思呢？印土就是讲传福音无简单啦，是安怎无简单？咱若去客庄的所在，咱去游览，咱就看着足侪客庄有迄个蛋啦、菜啦、热啦，这就是一个祖先囥做伙拜吼，啊，食做一个那亲像庙，毋过迄拢是拜祖先，毋是拜神明啦。啊，即个香火钱拢逐个做伙来分摊，所以若有人讲要信耶稣，安尼是讲你无要出钱啊，晓？啊，所以逐个拢真无欢喜，会受到真大的排斥甲压力。所以伫客庄传福音无简单，毋过咱的客庄的前辈、信仰前辈有即个硬强的精神啊，所以就是讲，无论安怎，即个信仰一甲坚持落去，即个信仰袂改变啦吼。所以这是硬强的精神啦。好，咱过来讲即个邱阿田，邱阿田是拄即个62岁的好朋友呢，啊，就甲好朋友带来信耶稣啦。各位兄弟姊妹，咱就甲好朋友带来信耶稣啦。即个邱阿田呢，伊嘛是一个地主，种地，咱知影种地就爱挽地，所以请足侪工人咧挽地啦。啊，但是伊为着要传福音呢，伊就甲遮个工人讲吼，礼拜日咱毋免做工课啦，毋是工作，咱毋免做工课啦，咱拢去做礼拜，去敬拜上帝，公职教父啦，来做礼拜，吼，啊，毋免做工课，毋是工作。安尼头家有慷慨无啊？足慷慨，为着传福音，这里拍拼咧吼，付上代价。啊，所以呢，即个邱阿田嘛，也是这么努力，为着传福音来真拍拼。但是伊信主了后，嘛是受到真大的排斥甲反对啊。伊的某甲伊的囝拢毋敢对伊来信耶稣呢，因为即个村庄百姓安尼辱骂，安尼压力这么大排斥，所以呢，伊嘛毋敢来信耶稣。毋过，即个邱阿田呢，有即个硬强的精神啊，无会改变啊，所以嘛，真长的时间伫遐，逐工安尼祈祷、灵修，安尼真拍拼，伫遐坚持伊的信仰。好，有一天啊，伊即个邱阿田的囝后生啊，生来的就是后生啦吼，生来的就是查甫囡仔，生妹的就是查某囡仔吼。即个生来的虽然换东北啦，就是安那头壳生毒疮啦，哎哟真疼咧，毒疮真疼。各位兄弟姊妹，过去台湾卫生无好啦，卫生条件无好，所以囡仔吼会生烂疮，啊会生头虱。所以老师有当下讲，小朋友咱即礼拜拢来头虱，完三母安尼跳来跳去吼，就传染嘛吼。所以迄个时阵卫生条件无好啊，所以伊的囡仔吼，即个伊后生生即个毒疮足疼的啦，吼疼干呢。因爸爸讲，我来请教会团队为你祈祷好无啊？即个囡仔就讲好啦。各位姊妹，咱的牧师，咱的长老讲，咱着爱传福音，咱讲真困难呢。我邀请人拢无要来呢，无毋对。咱若健康的时，咱着感觉咱真敖啦。咱就是上帝，我无需要上帝，咱就真骄傲，无需要上帝啦。所以要甲邀请伊来信耶稣，真困难啦。我就是上帝，我无需要上帝。毋过，咱人若艰苦、忧伤痛苦，家庭得到变故，拄着身体软正的事，迄个时阵，伊着心较柔软啦，伊的心就拍开咯。伊着需要上帝听，需要上帝救恩啦。迄个时阵就是咱传福音的机会。咱就甲伊引出来到主的面前，互伊享受着上帝救恩，享受着兄弟姊妹的关心，所以迄就是咱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即个爸爸就讲，我请教会团队为你祈祷好无啦？即个囡仔讲好啊，所以就请即个教会关西教会团队叫严宽怀来为祈祷。上帝神也出现咧，即个囡仔就安尼就好去啦。所以即个囡仔就安尼来信耶稣咯。所以即个邱阿田就真欢喜呢。为人祈祷真哩好啦，我嘛足想要为人祈祷呢。伊就问团队讲：团队啊，我嘛足想要为人祈祷，我会当为人祈祷无？
即个传道甲伊讲会使啦，毋是只有牧师传道，也是长老，才会当为人祈祷。咱每一位上帝囝儿，咱奉主耶稣的名，用咱的信心甲疼心，咱拢会当为人祈祷啦。各位兄弟姊妹，用咱的信心甲疼心，奉主耶稣的名，咱拢会当为人祈祷。上帝囝儿拢会当为人祈祷咧。所以即个邱阿田就真欢喜来为人祈祷。咱的迄个时阵啊，咱知影咱台湾迄阵无健保，看病真贵呢。咱的前辈拢知影，过去啊，无健保的时啊，安尼一个当兵的规家伙开了了，一个病甲钱拢开了了，无钱通好看医生啊。所以咱的前辈记咧讲，迄阵有寄药包啊，药厂寄药包呢，家己看病落屎头壳疼，家己食药啊，无去看医生，因为太贵了，无钱通好看医生。伊阵上水的小姐就是爱做新新娘啊，所以。无钱来看医生，咱即摆无共款，咱有健保啦。各位兄弟姊妹，我知影咱有即个医生看无介意，咱就换一个；即间病院看无介意，咱搁换一间。所以即个时阵是无共款。伫迄个时阵，真侪人无钱通好看医生啊。所以即个邱阿田就是，若变啊人无钱看医生，伊就去甲伊探访，去甲伊关心，啊去为伊祈祷，啊伫遐。上帝伫初代教会时，上帝的心也源源不断啊！上帝大能改善甲伫地，所以真侪人得到帮赞，真侪人得到安慰，真侪人得到医治啦。感谢上帝！啊，伊嘛拢真愿意，拢无摆脱，无论需要的，伊就去帮赞人。上帝帮赞伊嘛，伫遐真认真去帮赞人。因为邱阿莲的好行为甲好见证，就伫遐得到当地人的信任甲认同啦，所以福音就安尼传出去啦。福音就安尼传遍迄个所在。到尾伊的子孙伫遐参与即个永明教会甲新妇教会的开设的工作，诚做创会的信徒。各位兄弟姊妹，伫客家的所在，真侪教会来设立。其实每一间教会设立，拢是咱信仰的前辈互相大家来设立的。我相信咱的堂教会嘛是咱的信仰前辈伫即个所在用真侪目屎甲祈祷甲奉献伫即个所在来起造教会。所以咱搁一摆少年，这信仰前辈互相大家所设立的福音的产业，咱就要加倍来珍惜，加倍来拍拼，来传承啊！即个邱阿田的查某囝吼，叫做邱凤英、邱凤英啊。邱凤英是关西教会长老，关西教会的长老。咱今仔听一个客语吼，关西教会长老为着传福音嘛，因兜是有钱人咧，伊是有轿车，各位兄弟姊妹，即摆车是太济咧，拢会塞车吼。毋过迄个时阵有车是真有钱人才有呢。但是伊为着要传福音啊，连可无爱坐轿车啦，连可去坐公车，坐公车吼，连可去坐公车，连可去坐公车，为着要传福音，分传单甲人接触，伫遐来传福音。各位兄弟姊妹，有时咱讲要传福音嘛真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咱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咱伫遮真好，咱的兄弟姊妹是真好啦，感情真好。但是咱的生活范围就是拢教会兄弟姊妹。但是咱要传福音，有时咱嘛是爱甲无信主的人传福音，所以有时咱嘛是爱迄个无信主的人伸手友情的手来有机会来甲因传福音。所以即个长老就是伫遐照着去坐公车的是分传单伫遐人传福音。感谢上帝。好，我来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是陈南基牧师的故事。陈南基牧师的武士精神。陈南基牧师读中学的时是读咱的淡江中学，咱知影吼，淡江中学是咱的教会学校啊，是咱的教会。伊读淡江中学是听着福音，伊有一决志来信耶稣。伫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所以是日本牧师甲伊问道理。咱信耶稣的时，咱决志，咱就爱问道理。所以是日本牧师甲伊问道理。日本牧师甲伊问问讲，咱日本人、日本武士，若信耶稣的时，若准是伊的顶司，若反对基督教，就会互伊100剑。互伊100剑，讲你若要信耶稣，你就爱切腹自杀。你若要信耶稣，你就爱切腹自杀。即个日本牧师问即个陈南基即个青年讲：“你有为主牺牲的即种的精神无？”即个囡仔就坚定讲：“我愿意。”各位兄弟姊妹，我来问你讲：你为着主愿意牺牲无？我相信咱嘛，搁一摆思考，信仰伫咱的心就是阮的要紧的地位。咱会搁一摆思考，我为着主会当做甚物？各
各位兄弟姊妹，咱真幸运呐！咱伫台湾呐，咱伫台湾即个宝岛啊，所以咱是信仰自由呢。咱袂为着信仰来牺牲性命。我甲你讲，你机会真少啦，你机会真少。感谢上帝，咱机会真少。毋过咱毋通袂记的，咱决志信耶稣的是咱回应上帝听。咱甲主讲，主啊，我愿意互你来使用。我将你互我的恩赐，你互我的能力，你互我的金钱，我愿意尽我的本分来奉献，来将家己来互主来使用。咱毋通袂记咱的决志，毋通袂记阮的决心，毋该咱甲上帝面前咱所许愿，咱毋通袂记的。好，即个日本武士吼，腰拢插一支剑呢。即个插一支剑吼，毋是只有甲敌人相杀尔呢，为着伊的清白，为着伊的理念，为着伊的信念。伊嘛通切腹自杀啦！日本武士的精神吼，哈，即个陈南琪即个囡仔吼，毋是只有信耶稣尔，佮讲要去读神学院，要去做传教者。即个爸母都非常生气。各位兄弟姊妹，咱何老人哦，咱何老人哦，我妈妈是何老人吼，何老人吼，咱重男轻女呢，咱的历史是重男轻女，毋过汉人佮较重男轻女。汉人吼，即个查甫囡仔生来的是非常的宝贵呢，所以即个查甫囡仔吼。要信耶稣，搁要去读神学院，这个爸母是非常的受气呢。咱学即句受气，好无？非常发恳，吼，这是非常的受气吼，客气吼，非常发恳，非常的受气啦。所以呢，伫神学院开学的时，要去读册啊。神学院开学的时，妈妈就叫因搁直直甲因妹妹甲伊顾好，我毋通互偷走出去啦，毋通互偷走出去，佮甲伊个鞋甲藏起来。各位兄弟姊妹，我知影咱的鞋足济吼，恁的鞋拢鞋肚拢藏袂落去，鞋足济。毋过迄个时阵，囡仔拢一双鞋尔呢，足宝贵的。平常时拢脱只骹走来走去呢，拢穿迄个天然的皮鞋，咱的骹有一层皮嘛吼，穿迄双天然的皮鞋，迄双鞋拢毋甘穿啦，拢一双尔咧。咱即摆鞋仔太济咧吼，无共款，时代无共款。伊妈妈甲鞋仔藏起来，叫妹妹甲顾好，毋通偷走出去呢。毋过，即个囡仔太想要去读神学院的，伊就伫遐真迫切祈祷，讲上帝啊，为我开路，我实在是做想要去读神学院的呢。妈妈甲我关伫厝咧，伊妹妹听着真感动咧，我就爱甲哥偷偷甲放出去啦，就甲伊偷偷伫后壁门甲放出去。毋过鞋拢找无呢，所以呢，鞋到底是藏伫倒拢找无，所以只好脱车脚去读神学院啦。所以，这就是陈南琪脱车脚去读神学院的故事吼。感谢上帝，脱车脚的，这是台语呢，咱来学客语好无？脱车脚是台语呢，吼，客语是大插脚，大插脚，吼，脚是骹嘛吼，大插脚吼，脱车脚啦吼。咱客语就是大吼，其实咱遮一定足侪汉人的啦，大吼，大头名就是第一名，头名打头名的第一名啊，大，我们客语就是大吼。所以，咱今仔日大家拢会当过一摆。来做伙来讲客语，我感觉足欢喜的，嘿啊！所以伊就安尼去读神学院，读神学院啊！伫遐毕业了后，伫阮住民的所在，伫客家的所在传福音，感谢上帝，注意甲伊三甲弟弟啊，做真好的福音的工。咱来看，陈南琪甲德南教会青年的相片吼，伫德南吼无会吼，伫德南吼，德南是咱的新德中会呢吼，啊，过来伫伊的囡仔吼，伊个查某囝嫁互迄个头城教会的陈永光牧师啦。陈永光牧师前年才退休哦，陈南琪牧师5当前才过身去，活到95岁。吼，所以我甲大家讲的是近代的人，是咱的身躯边足侪人佫有看过啦，毋是200年前的人啊，所以是最近的人物。哈，感谢上帝。好，我要甲大家分享阮兜的故事。阮兜的故事吼，我会当讲详细哈，甲大家分享阮兜的故事。我的阿祖叫做罗港吼，我阿祖叫做罗港，客语叫做阿太啊吼，阿太叫做罗港，香港的港哦吼，香港的港。伊生一个后生，伊甲号做罗巷啦。即个香港的港3点水甲去掉，是毋是变巷啊？对吼，香港的港3点水甲去掉就变巷啊。安尼变化是毋是变较少啊？安尼阿祖有巧无？我感觉足巧的呢，足巧。所以我阿公叫做罗巷啊。罗巷是民间宗教的虔诚信仰者，迄个是嘉义溪口的汉人，嘉义溪口的汉人，溪口哦，咱嘉义溪口遐有足侪汉人的哦。伫迄个所在有一间庙，足大间的吼。那
大汉呢，足对即个庙足尽职的，足帮忙的。啊，伊是中医师，啊，伊的医术真高明，啊，有钱有势，啊，这庙的代志拢斗相共，庙庆去斗光叫，啊，出钱出力，所以呢，阮兜甲主耶稣无关系啦。因为阿公讲吼，迄信耶稣的人拢无要拜祖先，安尼是不好不义啊。所以阮兜拢甲主耶稣无关系啊。毋过，阿嬷所破病，即边咧非常严重，就严重。即个食物件喙拢水会流落来，啊，袂当好好啊食物件。伊家己是医生，拢无法度，搁找足侪医生嘛是无法度。啊，所以真吐气啊，就坐伫厅口遐吐气啊。迄个时阵就有人来甲伊讲，赖先生，你爱带先生娘去台南看迄毒片仔医生，毒片仔医生真牛呢，爱去看毒片仔医生。所以呢，毒片仔就是外国人嘛，吼，啊，伊拢讲毒片仔，毒片仔医生外国人，迄外国医生真牛。所以呢，阿公就带阿嬷坐普通车，因阵无自强号的啦，啊嘛无高铁吼，坐自强，啊就坐普通车，坐哭到台南去看医生。原来就是咱的新老病院啊，新老病院啊，迄个外国医生吼，就是外国宣教师来到台湾做医疗的传道，啊，真好医生牺牲因好的生活来到台湾做传道，因嘛是牧师，嘛是医生啊。啊，该看的医生是叫做周慧玲牧师，周慧玲医生啊。即个牧师医生就甲阿公阿嬷讲：你即个病叫做喙造癌嘛，是一种癌症，喙的一种癌症。这是一种绝症啊！我嘛无法度甲你有把握甲你医治哦，这是真困难的症状。毋过，伊就要将福音来传给我阿公阿嬷。伊讲：咱人肉体本来就会衰败。咱有一天拢会离开这个世间，毋过咱着爱认捌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咱就有永生的愿望。咱的辛苦病害，咱着交托互上帝，咱信靠主。那么我靠耶稣基督，咱的人生要有永远的愿望，主要保守咱吼。伊就要将这个宝贵的福音来传互我阿公阿嬷。阮阿公是真是铁齿的人，较有遐尼简单的代志的。毋过宣教士传福音有耐心，有疼心。各位兄弟姊妹，咱有时咱传福音，咱耐心无够啦，疼心嘛无够，所以咱甲人讲传福音吼，讲两句，咱着含人冤家啊，拢讲袂落去啊，吼。宣教师无共款哦，迄个时阵破病的人，拢硬食糜甲食暗尔，所以营养不良呢。咱迄阵破病的人，咱即马有迄种一罐一罐的吼，迄什物矿物质、维他命拢有，啊，啉落去拢啥物货营养拢有。即摆有即种物件，迄阵无呢。破病的人食糜食暗啦，安尼是较有营养。毋过传教士对国外进口迄种的即种一罐一罐的来互阿嬷食，逐工来甲伊巡访、甲伊探访、甲伊关心、为伊祈祷。所以阿公就非常感动呢，伊感觉基督徒真有疼心呢。伊的心就慢慢柔软，伊的心就慢慢拍开了。感谢上帝，因为传教士传福音真有耐心，真有疼心，感谢上帝。周慧玲，英国的宣教师，台湾肺结核医治的先驱，所以因是迄种足老的医生，是医术真高明的医生咧。各位兄弟姊妹，咱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咱感觉非常的骄傲啦，因为咱对台湾是非常有贡献。台湾的西方的医疗甲西方的教育，拢是透过这个宣教师传到台湾的，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对台湾是非常有贡献。这西方的病院甲西方的学校，拢是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起身来设立的。好，咧周慧玲牧师英国宣教师，台湾肺结核医治的先驱。宣教师就鼓励我阿公阿嬷讲。我为恁祈祷，你愿意讲阿门？阿门是啥物意思？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呐。所以你心内爱相信，用心灵的诚实来回应上帝。安尼，这个祈祷甲你敢有关系呢？我为你祈祷，你愿意讲阿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呐。你要用心灵的诚实来回应上帝，你要相信耶稣，这个祈祷才会成就伫你的心上啊！各位兄弟姊妹，每一礼拜咱的牧师甲咱的师会带咱做公共的祈祷。咱嘛是爱自信听，咱自信听对心内来回应上帝讲阿门，就是讲诚心所愿。这个祈祷就是我心内所想的，这就是我的祈祷，所以阿门，诚心所愿。
当咱安尼回应上帝时，即个祈祷就甲你有分咯。即个祈祷一个恩典就会成就伫你的心上，即个祈祷就是你的祈祷咯。所以有时咱做强强的祈祷时，咱会想着别项代志，咱的心内无专心，咱想着别项代志，安尼即个祈祷就甲你无关系咯。所以即个宣教师讲，你着爱相信耶稣咯。啊，看阿嬷考虑3天3夜就决定来信耶稣，考虑3天3夜就决定来信耶稣。感谢上帝，宣教师甲因洗礼，因为伊就是无事，伊甲伊洗礼，佮陪因跪伫遐，跪伫迄个新老病院的涂骹，跪伫迄个新老病院的涂骹，伫遐流目屎，悔改认罪信耶稣。宣教师陪即个阿公阿嬷跪伫迄个新老病院的地板，伫遐流目屎，悔改认罪信耶稣。我一直到即马佮想到即幕，我的心内依然非常的感动，感谢上帝，借着宣教师所做这么水的工，伊伫阮的家庭，伫遐传福音，救了阮的家族，救着阮全家，救着阮的家族。所以传福音的脚只是这么水啊！各位兄弟姊妹，咱要拍命传福音，要救一个人，要救伊全家，搁要救伊规个家族。所以咱要欣赏迄个传福音的脚只是这么水，咱每一个人拢要决志做传福音的使者。感谢上帝！伫迄个受洗的暗暝，阿嬷做一个神奇的梦，我伫遮甲大家分享即个神奇的梦哦。阿嬷伫受洗迄个暗暝，梦去主耶稣穿长长的白衫，来到伊的门床前，摕一个真粗的针跟真粗的线，将迄个主耶稣将迄个足大条的线藏入去迄支足大支的针内。佮摕起足大支的针填阿嬷迄个烂去的喙，一针一针甲伊填，佮一针一针甲伊填，填了后，甲伊蒙面牵手讲：“你的病已经好啊！”我佮讲一摆，伫阿嬷受洗迄个暗暝，嘛去主耶稣来到伊的门床前，摕一支足大支的针佮足粗的线，将迄条足大条的线藏入去足大支的针，佮摕起足大支的针填迄个阿嬷迄个烂去的喙，烂好好的喙。一针一针甲伊填，一针一针甲伊填，填了后甲伊蒙面，甲伊牵手讲：“你的病已经好啊！”迄阵间阿嬷就讲：“我昨暝做一个神奇的梦啊！”咱客语讲“动神奇”，动神奇的，啊，真神奇的梦咧！大家都讲啊，这只是一个梦啦，定吧？你看你的喙，佮烂好好喙，安尼食物件水佮安尼流出来，这是一个神奇的梦嘛？是一个梦尔啦。毋过对迄天开始，阿嬷的喙。迄个烂去的喙就一天一天高大，2个月了后，伊的病就完全好去啊！这就是主要说伫阮的厝所做真实的代志。所以，阮爸爸常常讲，你着爱讲即个故事，因为这是主要说伫咱的家族所做的代志，这是真实的代志。阿嬷得着医治的时，阿嬷得着医治的时，已经39岁啊啦。伊迄个时阵39岁，伊病得着医好了，伊阁有心呢，伊阁有心，病好了阁有心，阁生一个蛮仔囝吼。咱台语讲蛮仔囝，客语讲蛮子，阁生一个蛮子，生一个后生啊，就是我的爸爸。阮爸爸阁生我嘛吼，我阁生2个查某囝咯。所以呢，阮拢讲，若阵阿嬷的病无得着医好，就无爸爸，就无阮啦，就是阮是上帝恩典的礼物。感谢上帝，爸爸对细汉参加主日学。对信仰真要紧，伊后尾啊大汉，佫搬去高雄吼，食做高雄三民教会长老。后尾啊搬去凤山，食做凤山教会长老。爸爸感觉信仰是真要紧的代志，是非常要紧的代志。感谢上帝，来看这相片吼。阿嬷得着伊生了细汉后生，就是我的爸爸赖道明长老。我是讲这相片真古锥嘛，啊，毋过主要是毋是讲相片古锥啊，是讲伊的名啦。阮爸爸讲，你若讲甲我号即个名的意思是上帝道理已经明白啊，所以叫做道明。上帝道理已经明白啊，所以叫做道明。伊有三个姐姐拢叫做春花、杏花，拢是花甲水果的名。吼，啊，佫一个哥哥叫做国华，拢甲信仰无关系，因为对伊开始信耶稣的，所以对伊开始上帝道理已经明白啊，所以叫做道明吼。感谢上帝。这是爸爸妈妈的相片吼，啊，少年的时相片，我是感觉真古锥。毋过我主要是分享这张相片啊，阮妈妈的相片。阮妈妈迄阵口红吼，你看吼，口红吼抹中一点点啦，因为妈妈讲迄阵流行樱桃小嘴。啊，这是上官家话，上官家话讲，咱即摆流行樱桃小嘴，所以我大家看这张历史的相片，咱即摆口红拢抹甲做饱和的吼，所以
迄个时代的见证吼，大家看者。这是阮的全家福，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生2个小姐，阮的全家福。阮先生伫9年前咧走山事件来过身去啊，9年前伫国道3号有一个走山的事件，阮先生伫迄个时阵来过身去。我相信大家都会记迄个真大的事件吼，对，很大的事件，对。我有拄过，有经过真艰难的时间，毋过上帝引带阮经过迄个时间，会当继续来互西医吼。这是走山事件的前1个月，拄啊过年诶最后的全家福，对。我无上帝互我有2朵花吼，我有2个小姐，主帮助阮会当继续互西医。经过这段的时间，互阮会当继续来勇敢来互西医，感谢主。我的大汉查某囝嫁互牧师吼，所以是牧师娘，是客家中会迄个埔心教会牧师娘吼，感谢上帝。所以会当到今仔日，佫会当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代志，是因为上帝帮咱。好，我来讲阿公的故事哈。阿公的咱时间足宝贵吼。阿公吼上帝信来蒙着，所以对即个信仰非常的宝贵。伊无爱做迄个无清无楚的基督徒啦，足认真读圣经，足认真伫信仰追求啦，有啥问题就问这信仰的长辈。后来伊嘛成为教会长老，对信仰真认真真笃意。伊信主了后，对溪口吼，行路行几点钟的行到民雄教会做礼拜。咱溪口无长老教会啊，行去民雄教会做礼拜。佫带厝边隔壁带20个人，讲伊是溪口部队啊，带去做礼拜。咱迄阵的，会知是做礼拜，中昼逐个食咸糜吼，食足简单的物件，会逐个做一场礼拜，安尼心满意足，佫行转去。无像咱即摆交通真无方便哦，真方便哦，迄阵交通无方便，拢有行的哦。毋过咱的信仰的长辈，拢足珍惜即个敬拜上帝的时间呢，分别做成足珍惜安尼敬拜上，规工拢咧做礼拜安尼吼，感谢上帝。所以这就是阿公伫遐真笃意即个信仰。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时讲伊佫经过迄个庙，迄个庙伫大路边咧做法事啦。迄个大边溪口的大路边啊，迄庙足大间伫大路边咧做法事。咱捌看过迄个法事，就是迄个当机请神明来附身嘛。当机一直带吼，安尼请神明附身。伊伫遐一直请，毋过神明拢毋敢落来啦。阿公徛伫遐看上帝神甲伊三甲地地，伊徛伫遐看啦，伊叫我经过啦，我徛伫遐看。后来迄个当机吼，迄个神明甲当机讲，迄个赖先生，伊徛伫遐，我毋敢落去啦。伊徛伫遐，我毋敢落去。因为当机伊请伊来附身，伊讲请伊离开，我才要落去啊。所以当机就请人来请阿公讲，赖先生，咱好朋友，你即摆徛伫遐，神明毋敢落来附身啦。所以请你离开。阿公离开了，因的法事才会当进行。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咱受洗了，圣神已经伫咱的额头有圣神的印记，所以圣神保惠师的确保护咱。伫主耶稣的时代就有医病赶鬼，就有圣灵。伫即摆即个时代嘛是有无好灵，咱嘛听到真侪几啊话的故事。毋过上帝神的确要保守每一个上帝的囝儿，所以咱的确去了伫主，上帝的神要保护咱，圣神保惠师的确要保护咱。感谢主。这是阿公阿嬷少年的时的相片吼，我是互大家看，迄阵的人拢穿即种衫，看起来足老的啦。少年看起来就足老的，老的是嘛是足老的，少年甲老看起来拢足老的。即摆少年甲老拢看起来拢足少年，所以甲大家分享这古早人穿的衫吼，对。阿公来参与三民教会创会那个创会，诚做创会长了。拄开始搬去高雄的是住伫盐埕区，是盐埕教会做礼拜。伫三民区设立一个主日学教室，后尾仔设立三民教会，诚做创会长了。阿公将伊的钱拢参与伫开拓教会。过去的教会真少，咱初代拄开始通福音的是教会真少，无像咱即马教会足济吼。迄阵教会真少，伊将伊的钱拢投入伫开拓教会，帮助开拓教会。要过生日的是伊讲，伊无啥物金银财宝留互阮啦，毋过要将即个宝贵的信仰财产来留互阮，一定爱代代传落去。咁遐尼姊妹，我知影咱逐个拢足勤俭的。咱要将咱的金银财宝来留互咱的子孙，毋
毋过咱通袂记的，经营在报时的开源的，只有好的信用品格、好的人品，行伫上帝所保守的正直的道路，才是一生真正咱做长辈祝福，甲伊人生真正的保障啦。所以，迄个上宝贵的信用财产，一定要甲传落去啊！这就是咱对子孙上大的祝福，咱对因伫遐上大会当留互因的宝贝。感谢上帝，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客家咱遮的前辈信仰故事。其实咱伫咱的新竹、桃园地区，拢真侪的汉人啊。我相信咱的中间嘛是真侪的汉人，伊若无甲你讲吼，你都毋知伊是汉人啊。其实客庄的兄弟姊妹离开客庄，就到咱的本地教会，甲咱先甲敬拜上帝。咱的大台北地区、咱的桃园、新竹地区，拢足侪汉人的。我相信咱的教会嘛是拍开咱的大门，欢迎汉人甲咱相甲敬拜上帝。所以伫客家的宣告，我渴望咱大家手牵手，心连心，三甲来拍拼，来望搁较济伫即个客家的所在，有搁较济咱兄弟姊妹。假做咱上帝家的一份子，咱会当该来邀请伊，假做咱的中间，咱的上帝家的家人厝内的人。所以今仔日是客家的宣告主日，搁一摆邀请大家来关心客家的宣告，咱三甲来拍拼，来分享即个客家的故事吼。我来唱即个客家的诗歌互大家听。我知影咱有唱新鲜诗吼，毋过这是客语的吼，咱来听客家的即个音乐哈。我们来听一下客家诗歌哈，我来甲大家分享。朱雅俗是571首。朱雅俗，朱雅俗，哪有朋友亲像朱丽？我有甘苦，你来给同，事事都有你教功农。朱雅俗，朱雅俗，哪有朋友亲像朱丽？你比满里多可口，辛苦雅俗真幸福农。我们再唱一首敬拜上帝有智慧是497哈。这拢是原来是客家的歌，客语的诗歌，伊翻做台语也是华语，毋过伊原来是客语的。敬拜上帝有子那非利用，分别神和利有子非，还有民是有非有子非。我们再听一首就好了。这一首是客语圣诗的最后一首，是美浓古调，所以它很像山歌哈。虽然歌较特别哈，它比较是古调的形态。身体健壮，体力强，客语圣诗最后一首660首。身体健脑中内体力勇，年头一起是那样猛。
神啊，有主啊，赞。财土拉子啊，主耶稣哦，求灵的求，是否有本那种？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伙来祈祷。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客家的前辈信仰的故事，也要搁一届激励阮，为着传福音，阮也愿意付上代价。也愿望搁较侪客庄的兄弟姊妹来加做上帝的一份子。阮也是拍开大门，望搁较侪汉人来到阮的中间，和阮三家敬拜上帝。所以，阮也愿意手牵手，心连心，三甲来打拼，为着汉人、客家的福音的工作，愿意尽阮的本分，三甲来扶持，互相来支持，互相带导，互相关心甲奉献。求主帮赞，恩惠满满，也伫阮的教会，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甲阮的家庭，上帝恩惠满满伫阮的顶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来念圣诗592首，圣诗592首，咱行世间的路。
即是要来奉献。伫咱的州部内底有业着为着客家宣教事工的奉献地，吼，咱也为着客家宣教事工来奉献。咱请叶立义、黄廷义来施献。咱伫咱的州部内底有业即个吼，着客家事工的奉献地。起立，来入奉献的诗。这是来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来读2遍。我行路，我倒伫温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你嘛亲知。诗篇139篇第3节，请。我倒伫温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你嘛亲知。诗篇139篇第3节。我行路，我倒伫温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你嘛亲知。诗篇139篇第3节。咱刻意读一遍看卖好无？咱就无啥写，咱就读看卖好无？哦，来，无论爱做些也是休息，你一次控告我一切所做的，你全部敌。好，我们来念好不好？我们来念一次，咱做伙读。对，你念一遍啦吼，一句一句来。咱做伙来念啦吼。我念一句哈。无论爱做些也是休息，你一次控告我一切所做的，你全部敌。按讲哦，按腔哦，按腔就是很棒。大家很棒哈，大家拢真厉害。咱来报告哈，咱来掀开州报的第一页是下州的事项甲顶州的出席，请咱家己来看。咱的第2页是州间的聚会，小组咱这个月拢暂停吼，请咱家己来看。第3页是咱的奉献报告吼，有订单的，请咱往咱的中级来更正。第4页，咱来看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客家宣教奉献主日，咱欢迎罗牧师来到遮分享请安报告甲奉献。罗牧师有准备咱的
金枣蜜啦吼，金啊，听牧师报告的。客家吉茶，热客家吉茶，对，咱即摆武汉肺炎很有帮助的，对。哦，伫咱后壁遐有准备，咱会使试啉看卖啊，啊水啊，咱会使登记吼，啊较做伙寄来互咱教会，啊较来分互大家吼。第二点，12点10分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会，请部员出席。后礼拜2月23日是好会，咱2场合并9点半开始，9点半就开始，请会员踊跃参加。后礼拜12点半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会，请部员出席。1点伫9楼召开主日学会议，请东江老师甲各班级主任出席。教会消息为着教会为着共同防护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吼。这电视广告足侪啊，咱家己爱注意吼。第2点，教育部的审查委员会公告咱的奖励学金吼，伫3月初1中到12点截止，请咱家己来看。2020年中级退休会时间2月28到29，就是拜五到拜六，地点伫教会，请咱新旧人中级做伙来参与甲造就。教界消息，妇女世界公道主日3月初6，伫嘉南教会每人报名100块，报名到2月23截止，请咱会长尹丽芳也是副会长简碧惠来报名。具体消息，本会简将尤兄弟伫2月初2蒙主安孝主怀，目前囥伫至善园会馆的至圣厅，吼啊，伫2月18日中昼要举行火化，12点半伫天元区，伫本会牧师甲东江主理入殓火化了，就无搁举行个别礼拜，请原主安慰家属甲弟兄的事宜。伫遮，咱伫中昼12点半伫701室要调开传道部、关怀部甲幸福小组的先锋团，也外礼拜福音主日关怀联席会议，请东江出席参会。这是请牧师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才有一位弟，甲来到咱中间的兄弟。杨元峰弟兄，是咱的阿伯。欢迎你，好，请坐，欢迎。牧师一只倒一届，甲咱呼吁，咱后礼拜中间要创啊，要来开好会，几点？请咱转去是咱各区的中间，彼此来呼吁，敲一下电话，来招呼者讲后礼拜一定爱来开好会，安尼好无？检查一个中间即个疫情，互咱感觉讲为着避免去互感染啦，总是我相信咱教会拢做了真好的即个防治啦吼，咱喷即个酒精啦吼，咱嘛有挂口罩，所以毋免烦恼讲来到教会。一只会拄着啥物款的感染的问题，所以请咱转去，真正彼此呼吁，敲一下电话，三招好者，安尼好无？爱后礼拜即个好会来开成。倒来头我有讲到即个具体的即个消息，即个简中友兄弟牧师伫过去即个拜4啦有一节拜3有一节中间，甲因带一个。家庭的即个追思安慰的礼拜，即个中间嘛有了解到讲，除了即个中友兄弟是信徒以外，伊的囝儿逝世拢是迷信，所以为着因来代祷，毋茫通过即个礼拜，咱去甲因关心，咱家己传福音，互伊成做咱教会一份子，安尼好无？较音乐细声，还是恁口罩戴伤条？好。一只头歌咱嘛有讲到吼，今仔日真欢喜，通过即个客家宣教即个奉献主日，咱邀请到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真好的分享。咱嘛继续为着即个客家的宣教一来关心，即点咱用普话声
来代表咱的欢迎甲感谢。好，等下礼拜煞，咱平安礼了吼，请会记的，罗牧师帮咱准备啥物物件？小的吉拉茶啦吼，好吉拉茶一定爱去使用。以上。上营第402首，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是你的感动同以连胸哈，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祝歌。电乐灭倒。
平安礼，请咱起立，互相拍招呼。耶稣听你。